各位港澳嘅鄉親、街坊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講一個重要嘅話題，就係預防詐騙、預防網絡詐騙。而家嘅騙徒咧手法咧就越嚟越高明，專門針對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往來嘅市民落手。好多人咧無端端就被騙走積蓄，辛苦賺嘅錢咧一夕之間就冇晒，真係十分之可惜。首先同大家講幾個最常見嘅詐騙類型，大家一定要牢記啦。第一類，冒充官員啦、公安啦、海關啦、稅務人員啦，打電話話你牽涉案件、銀行戶口凍結，威脅你轉錢、洗清嫌疑，全部都係詐騙。政府咧係絕對唔會電話要求轉賬嘅。第二類，網上交友投資詐騙，網上識嘅陌生人咧引導你落外匯、虛擬貨幣、不明投資平台，一開始小額回報咧去引誘，後面投入大錢咧就直接封號走佬，血本無歸。第三類咧就係刷單返利、代繳費用、冒充親朋好友借錢，仲有假冒銀行嘅客服、快遞嘅賠償、退稅補助。呢啲通通咧都係騙局。第四類咧就係跨境電話，陌生嘅境外來電咧，不明嘅短連接咧，陌生嘅 QR code 咧，千祈唔好隨便接、隨便點、隨便掃。奉勸大家一句鐵律：凡係叫你秘密轉賬，唔好同屋企人講，唔好相信身邊嘅人，100%咧都係詐騙。凡係陌生人嘅來電咧，叫你匯錢啦、驗證資金啦、提供銀行嘅密碼啦、短信嘅驗證碼啦，一律咧都唔好理。想要從根源性咁樣保護自己嘅財產安全咧，最穩陣、最實用嘅方法咧，就係下載國家反詐 APP。呢個係官方正規免費嘅防詐工具。全程咧係唔收任何費用嘅，專門保護香港同內地兩邊往來嘅市民。今日咧 Alex 咧就手把手教大家下載同埋使用嘅步驟。首先第一步嘅話咧就係打開手機應用商店，搜索國家反詐中心，認準官方藍色圖標，直接點擊下載安裝。第二步，打開軟件之後，按照提示完成實名登記，個人嘅資料綁定，填寫真實嘅資料就可以啟用全部嘅防護功能啦。第三，開啟來電預警功能，系統咧會自動識別防詐騙嘅電話、高危騷擾嘅來電，一有詐騙電話打入嚟咧，手機咧會即時彈出風險嘅提示，提前幫大家攔截。第四步，開啟風險網站嘅一個檢測，日後收到陌生嘅網址、不明嘅鏈接 APP 咧，會自動識別是否係詐騙網站，避免大家點入受騙嘅。第五步，一鍵舉報求助。如果大家遇到可疑嘅電話、可疑嘅資訊，懷疑係被人詐騙嘅話咧，可以直接打開 APP 一鍵上報舉報嘅，隨時有官方嘅團隊咧跟進處理，例如派出所、公安局。第六，親友防護功能，可以綁定屋企人嘅賬號，長者一同開啟防詐騙保護，守護全家人嘅積蓄安全。最後咧，再叮囑一次各位街坊，錢銀事大，切勿咧輕信陌生人，貪心咧一定會上當，輕信咧就會受騙啦。人人安裝國家反詐中心嘅 APP 咧，提高防詐意識，遠離一切嘅防詐陷阱，守住自己同屋企人嘅血汗錢，平平安安過日子。我係 Alex，一個只講真話、有溫度嘅地產博主。